自从顶礼拜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.4的地震以来，是一直在发生地震尾。台南南西有真侪受灾户厝拢无法度住，市府除了协助因安置，也伫咧阴暗日暝暝，甲因穿一顿青草的做回来围炉。日暝透早，台南市社会局的人员就伫咧南西立碧园无用咧布置会场，准备下晡围炉的餐会，要互灾民嘛当感受过年的气氛。这激动嘛，互遮的灾民感动在心。足感谢市长佮区长遮吼，对阮遮的灾民遮关心啦。拄啊要过年，佮碰到这地震安尼吼，真正唔知影要安那。伫遮上无遇到像这几工余震，大家免惊讲，一直想要冲出去室外迄种感觉上无较安心啦。现在是过好日就好了，不用团圆。对啊，像你们都叫小孩都不用回来，不用回来。你回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睡啊，也没有办法煮饭给他们吃啊。嘉义大埔2发生规模6.4的地震了后，到今一直也有地震尾。日暝7点23，台南市南西区阁发生规模4.6的地震。目前国市南西立碧园就已经收容109个灾民，有的灾民要时点伫咧因家外口大埔旁坚守家园，无去收容中心，就是要甲收容的空间，互更较需要的人。还无多啊，剩下的就是会待在这边过年，因为遐户比一寡更加需要的独居老人。恁遮敢我都租家啊啥？啊，要安怎？啊，都提早拢买寿司的，大家拜拜，公妈都正准拜时，不来拜啊，都甲拜拜安尼，然后都天灾也无多啦。那么特别今天是除夕，我们黄伟哲市长特别在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灾民来做围炉。那当然，最近还是有地震频传哈，所以我们整个量能最高可以达到220人。虽然是围炉暝，不过拄到天灾嘛无法度，就爱伫外口大埔旁食饭嘛，干那会当简单食。地震了后，南西区受损真严重，或者民众有路无厝，加在大家爱心甲物资送来灾区，互因伫过年时阵嘛会当感受温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